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7月25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天狗的疫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位病例。台南市政府日前将巴克利公园封闭2礼拜，喷药防疫。今仔日市长黄伟哲率领卫生、环保、工务局等单位前往巴克利公园，针对公园内面定期的树洞、甲积水的所在，再度进行巡查。而且佫摕出树洞探测器，现场示范安怎使用。台南市到目前已经有15例本土天狗的病例，其中的12、13、14例拢曾经伫咧东区巴克利公园活动，尤其13、14例佫是住伫咧巴克利公园边仔的家族。台南市政府唔敢大意，22号先将巴克利公园封园2周，做资深工作以及化学防疫，避免疫情扩大。第13例跟第14例，他们是家庭群聚感染，所以说呢，他们也都住在这附近，所以我们才要求巴克利公园能够封园、休园2个礼拜。那既然封园、休园，就要确实具体的落实。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期间还有民众再到这附近来游憩。坦白讲，这是有点风险的啦。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选择在这个时候来看一看我们防疫中心对于这个封园期间在巴克利公园它的一个这个防治的作为。那尤其有一些树洞的地方，有一些草坪上的凹洞的地方，容易积水的地方，在前一阵子因为下了很多雨，所以我们都希望说能把它填平，这部分我们都会做。另外，对着高雄市长韩国瑜爬树视察疫情的话题，黄伟哲表示，身先士卒并无歹，但应该爱尊重专业。身先士卒也没什么坏啦，但重点是，我觉得其实我还是选择还是要尊重专业，因为我们的防疫专家他们是有专业的，他们像这个仪器、这个器材就是他们专业也自己自制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树洞探测器了，就是说他把平常的自拍棒跟手机跟这个镜头来结合，那只要把这个伸到这个树洞，伸到树上，可以拉高到6米，6、7米，那事实上就可以侦测到这个树上有没有树洞，或是有没有这个积水的地方。防疫工作袂当只倚靠政府喷药台网，应该爱全民做伙来落实巡、倒、清、刷、防网4个步骤，并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互病袂网找无所在生囝，早日将疫情控制落来。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伫今年的暑假特别开了2000万，为国外引进一对珍贵的麒麟鹿。伫7月初空运来台，经过防检局隔离检疫之后，25号上午正式开放，甲游客来见面。身为南台湾唯一会当看到麒麟鹿的动物园。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引进了一对长颈鹿，公的1岁外叫李外，母的2岁叫娜塔莎。伫经过隔离检疫15天以后，身体状况良好，上午正式开放，甲游客来见面。园方为了庆祝长颈鹿的引进，特别举办见面会，包括市长黄伟哲、观光旅游局长甲动物防疫保护处拢到场参加，为了动物的保育甲教育尽一点心力。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顽皮世界为什么呢？看到他们真的是南台湾这个唯一、唯二的长颈鹿，心里真的觉得很开心。长颈鹿是我们小时候这个念小学、念幼儿园的时候，不管是画图或者是想要看电视的主角。它不仅是美语的象征，但最重要的，它是这个南台湾这个唯一可以看得到长颈鹿的地方。我们觉得其实很感谢顽皮世界教育基金会，他们对于让我们南部的小朋友或者是大朋友，他们有这个机会能够一睹长颈鹿的风采所做的努力。我们觉得其实希望说大家来看这2只动物明星，那也希望说顽皮世界多从事许多社会教育有意义的工作，包括
保育工作的促进，包括许多保育动物的这个饲养，我们觉得其实都让民众对于建立正确的保育常识，以及能够爱护这个存着爱护动物、生态保育，都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园方表示，原本动物园是有长颈鹿的，不过伫去年9月过新以后，侪游客拢真怀念，因此园方嘛特别开了2000万，对国外引进这对长颈鹿。因为我们去年9月份这个我们的长颈鹿孝顺啊，在游客面前突然间就倒下往生了我们也感到非常不舍因为一些游客来都看不到长颈鹿，有些小朋友都会在现场那边哭一直吵着爸爸妈妈一定要看长颈鹿所以尤其我们的 logo 这边呢又是长颈鹿所以董事长就马上请这个动物商协助在国外呢找这个长颈鹿很不容易就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找到一对然后我们经过跟林务局防检局这边申请的必要程序以后，就在7月7号晚上到中正机场，然后经过15天的检疫隔离，所以我们从昨天期满就可以正式来开放。连续8年得到交通部观光局督导考核特优的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园区占地大约有20公顷，上大的特色就是采取半开放式的。会用个诱近游客甲动物的距离。目前这对长颈鹿阁算是少年阶段，预计5年后就会进行繁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行政院推出托育尊公共化机制，甲扩大育儿津贴的上轨方案，将伫8月1号上路。台南市政府也配合推动，而且阁开放伫区公所地当直接办理。现在台湾少子化的状况非常严重，政府为了帮助家长愿意生囡仔，推动了侪相关的政策。现在也将要伫8月1号开始实施全新的托育尊公共化机制，以及扩大育儿津贴的双轨方案。家长只要有一个2岁到4岁的子女，同时符合标准，未来每个月就会使领到2500块。市府也开放，只要伫区公所就会使申请，预计有4万名的幼儿受惠。借这个机会了跟我们全市的市民说一个这个好消息。那有关育儿津贴，那我们是连结社会局它0到2，那我们是连结上来的话，教育体系这个育儿津贴的话是2到4的部分。那2到4的部分呢，那我们现在等于是全国的步调了我们台南市这个都是同步了都是下放到这个各区公所。所以社会局的这个部分0到2的部分呢，在区公所里面；那教育体系的这个育儿津贴也是在公所里面所以这个部分等于是在公所那这样子的一贯的作业了所以这个有需求的家长呢，可以到这个就近呢，在公所来接洽。如果厝内已经有3位以上的子女，也会使得到额外的1000块补助。同时，教育局也提醒民众，如果已经有申请0岁到2岁的津贴，就无需要再重新申请2岁到4岁。相关单位将会直接审查。同时，如果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资料，也会使到教育局的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歇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2019亚洲杯心算甲数学英文竞技大会8月4号将伫新加坡登场。台湾今年有86位选手参赛，其中咱台南市的选手都有20位。
市长黄伟哲25号为台南代表队授旗，祝因旗开得胜，为国争光。8月4号将伫咧新加坡举行的亚洲杯新选数学英文竞技大会，台湾今年总共有86位来自幼儿园、国小、国中以及高中的选手参加，其中来自台南的选手就有20位。市府25号举行授旗典礼，由市长黄伟哲亲自授旗，有祝因会当旗开得胜，恭迎倒转来。预祝旗开得胜。大家就要去新加坡来代表我们台南市来参加新算的一个比赛。我想今天代表台南市，各位是台南之光，在新加坡的国际比赛里面得到好成绩，不仅是台南之光，也会变成台湾之光。那各位在台湾都是最优秀的，可以说是脑筋最清楚的，这个心算的最高段的同学，我相信你们去到新加坡会面临来自其他县市，还有来自其他国家很多优秀的选手。面对那些选手，不必怕他们，我们比他们强，那好好表现，那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拿很多金牌回来就对了。那我想，各位，在这边，我仅代表台南市189万市民，跟各位表达，跟各位致意，表达鼓励。那也谢谢各位为国争光，我们以各位为荣。为了今年的海外竞赛，选手甲教练利用下课时间进行长期的培训。市长黄伟哲嘛特别感谢各学校教练甲老师的辛劳付出。嘛，盼望8月4号的大赛，大家爱发挥平常时训练实力，突破去年的成绩，再创高峰。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天气热，真侪民众拢会想要食冰，为了安平的冰淇淋业者，就运用当地减赛文化，打造出充满特色的减赛冰。个人造成话题去引注目。现在天气愈来愈热，一球一球的冰淇淋也成为民众对抗热天的好选择。有一位伫安平的冰淇淋业者特别运用在地的减塞，打造出充满特色的减塞冰淇淋。业者也强调未来将会规划更较侪无同风格的减塞冰淇淋，予民众来选择。在安平很多冰淇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融合安平的文化，一起在安平里面发光发热。所以我创了健师冰淇淋，因为我在安平健师城里面设点。那欢迎你们到安平健师城。安平健师城是一个文化广场，所以里面这是我们第一支健师冰，未来会出更多不同的健师冰，有左健、右健还是双健的。这个减塞冰淇淋就是先把目睭、鼻仔顶部位拢先做好，伫民众选择喜爱的冰后，才装起哩。所以业者的骹手也爱非常的紧。业者也表示，因为因拢是使用天然的食材，所以食起来的负担也较小。困难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加安定剂、乳化剂，所以它的制作过程当中要非常的快，不然在安平很酷热的炎热之下，我们就是会需要会融化，那这样子就不完整、不漂亮了。而且这个制作过程，这个巧克力片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这前置作业真的非常的辛苦，很难画。而且我们的冰淇淋是70%的水果在里面，不添加乳化剂、安定剂，然后有丰富的用我们台湾的水果，所以我们跟台湾的农民做了异业的合作。现在业者也配合连面9月来到的减塞杯棒球赛推出优惠，因也欢迎民众如果到安平，会使到因的店内来品尝好食阁有特色的减塞冰淇淋。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知名百货结合家己超过200万位贵宾卡友，甲12大指定银行提出有史以来上强的购物季。无论是服装、精品、化妆品，或者是父亲节、情人节的礼品，只要搭配活动，拢要予消费者上好优惠。百货业者看好暑假、七夕、情人节、甲父亲节的档期，特别推出夏天较厉害礼券回馈的活动。只要是百货公司的贵宾卡友，搭配12大指定银行，买愈多回馈就愈多。另外，只要绑行动支付，还佫有独家的汽车品牌1点送。
本次携手了12大指定的银行推出满额赠的部分是3%、4%以及5%。那为了回应我们的200万的贵宾卡顾客，我们有特别加码了1% 的活动。那我们特别在首11的时候推出了绑定 SKM Pay， 只要绑定我们星光三月联名卡，那单笔消费只要满3000元，我们就加赠会员点数300点。那此外，我们星光三月新天地也有跟车牌厂商 BMW 联名推出了集点满额赠的活动，那有保温杯、还有钥匙圈以及圆珠笔等等的周边商品，都可以在我们星光三月的 APP 上面做扣点的兑换，或者是加价购的兑换。另外，为了庆祝父亲节，对今日起到8月8号，只要使用百货公司的行动支付，伫个指定餐厅消费，都有机会会用抽到转达限量的百货公司替你缴钱。另外，伫个7月27、28两天，百货业者嘛举办900人的啤酒马拉松，一边闯关，一边啉美露，要和老爸们做伙清凉来过热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底将准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的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准好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